来看诈骗的消息，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就要提高警觉。这站桃园市的文化局是去互假名，开一个假的面册白种页，用这假的活动网址声民众去点，所以讲提醒观众朋友，就一定要提高警觉。方便用文化局大楼的相片，粉丝页名写桃园市文化局，不过详细看，追踪者只敢若38人。Facebook 出现无名的粉砖，民众讲若无详细看，嘛唔知影这是假。分辨不出来，如果你有输入个资，可能会被盗用吧。假的粉砖好像也才刚创，因为才发几篇文而已，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就是可能用政府的名义散发一些假资讯这样。正常来说，那就是看他的追踪人数嘛。桃园市文化局已经蛮久的东西了，你说今天追踪人数只有30，那我个人是觉得不信啊。最近唔知是啥人用桃园市文化局的名义建立 Facebook 粉丝专页，并且伫内面放广告宣传。广告内容敢若是用不实的活动误导民众起点不明的连结。文化局已经向美达公司检举这个无名的粉丝专页。呼吁大家多留意，因为现在在脸书上这样的一种冒用非常的普遍，而且呢，我们观察最近这1个月来，有越来越猖獗的这个情况。对粉丝专业互人冒险，文化局讲，伫最近已经提出哪9个严重申请，强调真正的粉丝专业名是叫做月游桃园，追踪者已经有53000人，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唔能去点来源不明的连结。也唔通伫咧可疑网站内面留个人的资料，注意唔能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